HGC 環電嘅商業安全寬頻 Secure Broadband 自推出以嚟成功為過千中小企，抵禦超過250萬宗不同類型嘅網絡攻擊，保障企業免受勒索同資料外泄，甚至業務中斷嘅風險，全面支援並協助中小企進行數碼轉型和開拓業務。究竟商業安全寬頻如何幫助中小企防範網絡攻擊？一齊嚟睇睇以下兩間機構嘅案例。當初我哋公司都有受過啲詐騙電郵嘅，咁都揾過好幾間唔同嘅公司去睇有啲咩解決方案嘅。咁後尾用緊嚟 HGC 嘅上網嘅 sales 啦，咁佢又介紹翻，原來你哋公司係有呢一樣嘅服務。咁試過之後都覺得 OK 喎，又有個網絡報告可以去睇翻阻擋到啲咩嘢，簡單易用嘅，好易安裝。鄧小姐亦提到 ，HGC 環電商業安全寬頻好適合佢哋，尤其是唔夠資源又缺乏 IT 人才，同時又無最新網絡安全設備或認知嘅企業。商業安全寬頻提供咗全面嘅 ICT 解決方案，無 IT 背景同時都可以輕鬆操作同使用，而且服務以月費形式收費，有效減輕對公司嘅財政負擔，更有提供網絡安全報告，令中小企無需再擔心網絡威脅攻擊。使用咗你個商業安全寬頻之後，個成效都幾明顯，起碼啲同事冇再話中毒，或者唔小心 click 咗啲 link 會外泄到自己嘅嘢或公司嘅嘢出去。何小姐再補充 ，HGC 環電商業安全寬頻可以過濾有問題嘅網站，公司唔需要再擔心員工喺處理業務嘅時候誤入釣魚網站或者下載有問題嘅程式，提升網絡安全。如果各行各業嘅中小企喺寬頻上網或者網絡安全有需要協助，就快啲揾我哋 HGC 環電幫手啦！